邊閱讀。當我哋可以放慢腳步，睇下身邊來嚟往往嘅人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？當你掏心掏肺，用盡所有好心同真誠待人，到頭嚟換返嚟嘅，竟然係無情嘅出賣，仲俾人刻意渣談。我哋自細聽長輩同書本教導，要做個性情溫和、為人豁達、乖乖聽話嘅好人，但現實往往好殘酷。老實人最容易俾人欺負，心腸善良卻唔識得保護自己，遲早只會變成旁人往上爬嘅絆腳石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品讀呢一本古時嘅禁書，一本徹底講穿世間利益真相嘅絕妙古書《韓非子》。呢本書從來唔係教大家學壞、做閪心事，而是教你身處呢個人情冷暖嘅社會，如何做一個有底氣、有稜角、任何人都唔敢隨便欺負嘅強者。縱觀悠悠歷史，流傳住無數熱血動人嘅英雄故事，但翻開史記，最令人希戒惋惜，亦都最能睇清權力冰冷一面嘅，就係法家宗師韓非嘅冷涼遭遇。韓非係戰國末年韓國嘅公子，佢天生有個毛病，講嘢唔流暢，廣東話俗稱大吃，唔擅長同旁人辯論交談命運。雖然關上咗佢講嘢嘅大門，卻操咗佢一支神筆，筆下文字能夠看透人心，道盡世間百態。當秦國大軍一步步逼近韓國之時，秦王嬴政睇到韓非嘅文章，當場大為震動，一邊拍案一邊靚道：寡人若能夠見到此人與之相交，就算死亦冇遺憾。秦國甚至為咗將韓非招攬到手，不惜調動大軍攻打韓國。都要知呢位睇透天下權謀、摸透人生弱點嘅絕頂能人，被請到秦國之後，竟然遭到昔日趙國同窗，當時秦國丞相李斯嘅妒忌。李斯暗中設局害佢，講喺秦始皇醒覺之前，將毒藥送入監牢，活活毒死咗韓非。點解一個將人心權謀睇得透徹嘅聰明人，最後會死喺昔日同窗好友手上？司馬遷滿心惋惜，亦都帶住深遠嘅思考，將呢段令人痛心嘅往事記入《史記·老子·韓非列傳》。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場妒忌同出賣，更是韓非一生嘅悲劇。韓非睇穿咗人總係對離避過嘅天性，亦看透咗帝王心中嘅猜忌同冷酷，可佢偏偏忽略咗一點：一旦權力同利益要重新瓜分，身邊最親近嘅人隨時會生出邪惡念頭，完全唔顧及昔日情分。司馬遷記低呢段歷史，其實就係藉住呢位天才嘅離世，提醒後世每一個老實人，就算你滿腹才學，唔識得保護自己，為人心善，卻冇防身嘅本領，你站得越高，跌得就越重，下場亦都越奔涼。喺司馬遷筆下，韓非雖然口不能言，冇辦法為自己辯解，但佢留低嘅文字就好似一把把冷靜精準嘅利刀，將呢個世界最隱蔽、最真實嘅做人啲門一一講穿。韓非子認為，世間萬事萬物運作嘅根本唔係儒家提倡嘅仁義道德，亦唔係道家講求嘅清靜自在。講到尾就淨係兩個字：盤算。為咗讓世人睇清真相，韓非子講咗一個睇落冷硬，甚至有啲殘酷嘅見解：開棺材鋪嘅老闆未必係大奸大惡之人，但佢每日一醒，心入面都會盼住別人早啲離世，因為有人過身，佢先有生意做，先可以養家糊口。反過嚟講，開車馬鋪嘅老闆亦都唔一定係大慈大悲嘅善人，但佢日日都祝願人人有錢傍身，因為大家手頭鬆動，先捨得買車，佢嘅生意先會越做越旺。難道開棺材鋪嘅就係壞人，開車行嘅就係好人？當然唔係，兩個人只係順從咗人最原始嘅天性。趨利避過，為咗謀生去計身利弊。呢本古書用利益往來嘅本質，解開咗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好多睇唔開嘅道德心事。儒家教我哋用情分、良心去維繫人際相處，但喺韓非子眼中，脫離利益根基嘅情處，就好似企喺沙灘上面嘅寶木，一陣海浪打過，轉眼間就會散晒。當你睇明白人心離不開利益盤算，就唔會再為旁人嘅冷漠而難過，亦唔會因為遭遇出賣而耿耿於懷，因為你終於懂咗，每個人奔波在世，都只係為咗自己嘅生計同利益。呢件事冇所謂對與錯，只係世間常態。與此同時，有個所有人都避唔開嘅現實問題：既然人天生就會堆離避可，計較得失，點解喺公司同社會入面，好多日捱夜懷任勞任怨、處處忍讓嘅老實人，永遠換唔來應有嘅尊重，反而變成人人都可以隨便欺負、任意拿捏嘅軟弱之人？我哋一味退讓示弱，
喺人與人之間嘅互相較勁當中，到底犯咗咩致命嘅錯？相信出嚟返工嘅朋友都深有體會，好多老實人都走唔出一個怪圈，日日勤勤力力埋頭苦幹，升職加人工永遠輪唔到自己。一旦公司要裁人，或者需要有人出嚟孭黑鑊，自己永遠係第一個被推出去嘅替罪羔羊。講到底，就係你一味忍讓處處遷。就喺心術不正嘅小人同上司眼中，呢啲從來唔係善良，反而代表住你冇底線，叫得屈隨便差遣，用起身根本唔使花心思。人本來就欺軟怕硬，喺團隊同公司入面決定你地位高低嘅，從來唔單止睇你做咗幾多雜活，更睇你對於整個群體嚟講，有冇人頂得順嘅真本領。如果你為咗討好身邊人，不斷放低自己嘅原則，乜羹活累活零碎雜務都照單全收，卻從唔敢為自己爭取應有嘅權益，身邊人同公司自然會睇小你。喺大家眼入面，你只不過係一個隨時可以替換嘅普通人手。老實人最常犯嘅錯，就係想靠自己感動自己嘅付出，去換取旁人嘅尊重。但呢本古書提醒我哋，喺呢個現實世界，熱線同尊嚴從來唔係求翻嚟嘅，而是靠自身本領同處世方式一步步建立起嚟。當你意識到自己嘅單純同軟弱，只會縱容旁人嘅壞念頭，就會開始學住為自己撐起一把保護傘。而學識自保嘅第一步，就係睇穿並抵觸各種隱蔽又陰險嘅心計擺布。嚟到第二章，我哋就一齊拆解韓非子提出嘅8間防線。呢一套古時帝王用嚟防範身邊人整話出賣嘅頂級自保智慧，放到今日就係應對職場心計，用情分店家人最穩固嘅護身符。你會睇清楚那些利用內疚感、道德更假、利益引誘嚟拿捏你嘅人，背後玩緊點樣嘅蠱惑招數。我哋又該如何打造屬於自己嘅實力，徹底擺脫束繩，做翻自己人生嘅主人？想要築起保護自己嘅防線，首先就要面對人際相處入面最隱蔽亦都最傷人嘅傷害。用心計擺布人，用情分緊戒人。無論係日常生活抑或外出返工打拼，一定遇過呢種場面。有人故意扮可憐，又或者用強硬態度施壓，不斷將工作同責任推到你身上。與此同時，仲不停打擊你嘅自信心。佢哋口口聲聲話我咁做全部都係為你好，又或者講你本事就係咁樣，離開呢度你根本一無是處。呢種現代人常見嘅職場心計、情感綁架，其實2000幾年前就已經被韓非子徹底睇穿，並記錄落書中呢，就係法家經典嘅8間論述。所謂8間係韓非子總結出帝王身邊8種最危險、最擅長暗中玩心計拿捏人嘅手段。呢8類人包括枕邊伴侶、近身隨從、血緣親友，全部都係帝王身邊最親近嘅人。韓非子用冷靜嘅筆觸講明，世間最致命、最難防嘅算計，從來唔係來自擺明車馬嘅敵人，而是身邊最親近、最清楚你軟肋嘅人。正因為佢哋太了解你，所以最懂得利用你嘅同情心、內疚感同道德底線，一步步牽制你、促成你。8間當中最典型嘅第一種就係同床。韓非子講，君主嘅妻妾伴侶日日相伴左右，表面情深義重，但心底隨時都會為仔女爭奪權位，為娘家謀取好處。日日喺君主耳邊吹耳邊風，用溫情同親密做籌碼，不知不覺間就影響咗上位者嘅決定。第二種叫做在旁，亦即係貼身侍奉嘅下人。佢哋日日觀察上位者嘅喜怒哀樂，刻意討好對方情緒，用體貼周到換取信任同權力，暗中把持晒所有消息，令上位者變成掄子同殺子。呢種靠親情、人情情緒嚟拿捏他人嘅手法，今日無論公司抑或屋企，隨處都可以見到。大家有冇發覺，有啲上司甚至身邊伴侶好中意扮受害者，用道德更加身邊人，一邊推卸自己嘅責任，一邊對你講：我為你付出咗咁多，你點解咁自私？又或者，如果唔係我一路幫你，呢件事你根本搞唔掂。呢類說話就係專門用恩情製造人情債，逼你就範。對方刻意喺你心入面留低一筆人情債，令你自覺有所虧欠，但你心生內疚，就會不自覺退讓妥協，慢慢任由旁人擺布。呢類將愛同責任當做武器嘅人，比起擺明咗惡嘅壞人更加可怕，因為佢哋包裝得冠冕堂皇，就算你想反抗，都會覺得自己理低。點解面對呢種人情公價之時，
你越係爭辯解釋就越陷越深，最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。原因其實好簡單，你犯咗老實人最大嘅毛病，拼命解釋，一心想證明自己冇錯。當別人指責你冷漠、自私、本事唔夠，你第一反應就係覺得委屈，花費好多時間同心力去辯解，去自證清白。但喺有心玩心計嘅人眼中，只要你一開口解釋，你就已經輸咗，因為你願意辯解，就等於默認對方有資格指責你、評判你。對方會捉住你講話入面任何一個破綻，繼續針對你，直到你情緒崩潰、低頭妥協為止。韓非子喺《備內篇》俾咗我哋破解心計擺布嘅終極辦法，打造屬於自己嘅實力底氣，以靜制動。千祈唔好將情緒嘅主動權交俾對方。一本古書教導我哋，面對他人嘅打壓同人情應價，第一步唔係反擊，唔係理解，更加唔係發脾氣爭吵，而是保持冷靜沉默，應對真理同不停解釋。講到底就係將自己嘅情緒軟肋雙手送上。一旦你動怒急於辯護，就已經會入對方設下嘅圈套。真正嘅強者面對道德更假之時，就好似深海入面嘅巨石，任憑浪濤不斷衝擊，始終唔動如山。你冷靜睇住對方做戲，唔接招，唔內疚，唔動氣。當你內心足夠強大，凡事只顧好自己，唔再依賴旁人，對方所有嘅情緒攻勢，最後都只會打在棉花上面，白費力氣。與此同時，你一定要用心打磨自己嘅本領，累積屬於自己嘅底氣。一個人喺公司人際相處當中嘅安全感，唔應該取決於公司會唔會炒你魷魚，亦都唔取決於某個人喜唔喜歡你。真正嘅安全感來自於你隨時可以抽身離開，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夠立足嘅真本領。當你手握隨時轉身離開嘅底氣，任何職場心計、人情空架都會完全失效，因為你唔再需要乞求旁人嘅認同，你本身就係自己人生嘅主人。學識管理情緒，抵擋心計擺布，你就唔會輕易被外界雜聲打擾，喺人際交往當中立於不敗之地。但人活喺群體之中，唔可能永遠躲起嚟唔同人傾偈，始終要同人溝通相處。尤其面對手握大權、脾氣剛直嘅上司同老闆，應該如何婉轉講出自己嘅意見？有時你講嘅說話，明明係為團隊、為公司着想嘅真心說話，最後反而招嚟上司嘅戒心同打壓呢？到底又係為什麼？韓非子喺第3章《恕難篇》留低咗古時頂級，亦都最穩妥嘅同上司相處講嘢嘅個門。呢一套處世心法將會徹底改變你嘅講話方式同勸人技巧。接下嚟我哋就一齊學習普通人如何學會順勢做事嘅相處之道。掌握咗情緒自控、抵擋心計嘅本領之後，無論立足社會抑或返工，都避唔開一個難題：如何同身邊人相處，尤其係同手握大權嘅上司、老闆好好溝通。好多老實人都有過呢種委屈經歷，一心為公司着想，指出工作漏洞，提出實用建議，非但冇得到賞識重用，反而被上司冷落排擠底，甚至被當成惹是生非嘅人。其實問題就出在你只曉得死做爛做，佢完全唔了解法家呢一套實用嘅同上司相處技巧，亦即係韓非子嘅千古名篇《恕難》。字面意思就係寬恕他人本嚟就係一件極難嘅事。韓非子一開篇就講得好明白，說服一個人最難嘅，從嚟唔係你口才幾好、道理幾深、講話幾縝密，最難之處在於你能否睇透對方心底嘅顧慮同軟弱，並且處處顧全對方嘅面仔同尊嚴。現實當中好多人講嘢都有一個盲點，以為自己佔住道理，其他人就一定要聽從自己。但人性向來都係如此，當你想用對與錯去壓制地位、權力高過你嘅人，你越係證明佢有錯，佢就越會為咗保住面仔而執迷不悟。你哋正直同直言反而會變成佢眼中最刺眼嘅挑縱。點解一心為公嘅良言往往換來上司嘅防備同打壓？韓非子喺《恕難》入面講咗一個發人深省嘅古舊故事。從前宋國有位有錢人，落大雨沖壞咗院牆，佢個仔同隔籬鄰舍嘅老人家都勸佢趕緊修補，否則遲早會招賊入屋。當晚屋企果然就俾人偷嘢，有錢人大讚自己個仔有遠見，反過嚟卻懷疑，好心提醒佢嘅鄰居老人家，認定賊人就係對方呢，就係歷史上有名嘅論父之義。呢個故事講穿咗講嘢嘅殘酷真相，同一句真心說話由親近嘅人講出就係有見識，
由關係疏遠嘅人講出，就會被懷疑唔懷好意。放到返工嘅場景入面，如果你同上司仲未建立足夠信任，就貿然指出問題，直言對方嘅不足，唔單止顯唔出你嘅才華，反而會令上司覺得你挑戰權威，暗中打佢主意。除咗關係親疏，同上司講嘢最忌癮嘅就係觸碰到對方嘅翼撓。韓非子打咗個比喻，龍嘅後脷下方生有一片倒生嘅蠟片，快有1尺。但凡有人唔小心碰到龍，就會大發雷霆，痛下殺手。世間每一個人，尤其係身居高位嘅人，心底都有唔想被人觸碰嘅底線，可能係唔願意提起嘅往事，唔肯承認嘅短處，亦都係極度看重嘅權威同虛榮。如果你當住眾人面前自以為醒目揭人短，指出失誤，就等同狠狠觸碰咗對方嘅底線。就算你嘅方案可以為公司賺大錢，對方都會因為內心受辱，從此將你打入冷宮。咁法家傳授嘅同上司相處心法究竟係什麼？核心就8個字：順其心而道其利。亂說上位者從來唔係爭論對錯，更加唔係搬大道理壓人。首先要順住對方嘅心意，體諒佢面對嘅壓力同難處，給足對方面子，肯定佢以往嘅做事方式。跟住落嚟，唔好淨係講我想點樣做，而是換個角度，幫佢盤算當中嘅利弊得失，話俾佢知，採用新做法可以幫佢避開邊啲麻煩，做出邊啲成績，穩固現有嘅地位。當你將建議包裝成完全符合對方切身利益嘅選擇，恨樹就會變得順理成章。呢並唔係巴結奉承，而是睇透人性之後一種高明嘅順勢而為。你借助平台實現自己嘅抱負，同時亦幫上司解決難題，兩邊都有著數。學識喺溝通之中順應人心，避開對方忌癢，你就握有咗複雜人際相處入面順勢做事嘅竅門。但身處喺部攀大嘅公司同團隊，淨係識得講嘢遠遠唔夠。就算人緣再好，都有可能無端中入內部嘅權力爭鬥，被人拉落水。身處分幫結派利益糾纏嘅公司，普通人唔拉幫結黨，唔巴結奉承，又該如何安穩度日？如何運用法家實用嘅處世智慧，喺複雜環境入面自保突圍？韓非子喺第4章法說勢與體制全身說，講明咗大型單位入面安身自保嘅終極辦法。接下嚟，我哋就一齊學習如何借助規則同分界，為自己搭建最穩固嘅職場防線。學識說服上司，學會同上級相處之後，下一個擺喺眼前嘅難關，就係如何喺架構噴大、人情冷淡、利益交錯嘅單位同團隊之中安穩立足。好多年輕人初入職場都有單純嘅想法，只要自己肯捱，乖乖聽話做嘢，就一定會被人睇到，得到重視。但現實往往事與願違，做得嘢最多嘅人反而最容易出錯。性格最溫順嘅人，關鍵時刻總係被推出嚟孭黑鑊。其實問題根源就在於你只曉得聽話做嘢，卻完全唔了解單位運作嘅內在規律，亦即係韓非子提出法術勢三位一體嘅自保之道。韓非子認為任何大型單位能夠有序運作，離不開3大核心法，係公開磅報，所有人都要遵守嘅規章制度術，係管理層用嚟睇實考核下屬嘅暗中手段，就係崗位同權力帶來嘅威懶力。呢一套規律放到今日嘅 K2團隊當中，依然係暗中行嘅規矩。好多人以為返工立足靠嘅是人緣關係，但法家提醒我哋，人情嚟嚟去去，最唔穩陣，真正靠得住嘅，永遠係規則同做事分界。想要唔俾單位無端欺壓，第一步就係學識用法，為自己築起一道堅固嘅防多牆。韓非子講過一個打破常人想法嘅古舊故事。典官與典醫。從前韓昭侯飲醉咗沉沉睡，過好專門負責管理官務嘅官員見君主凍親，出於好心自作主張，拿咗件外衣蓋喺君主身上。韓昭侯醒嚟之後，問清前因後果，非但冇褒獎，呢位官員細心，反而大發脾氣，將負責管理三袍嘅典醫同埋越界做事嘅典官一併問罪。好多人覺得韓昭侯太過冷酷無情，人家明明一片好心，點解要重罰？但韓非子卻認為呢個處置十分明智，因為管務嘅官員隨便插手唔屬於自己嘅工作，就係越界，直接破壞咗團隊嘅規矩同分工。如果人人都憑住好心隨便插手別人嘅事，整個組織只會亂作一團，崗位分工亦都當冇到一樣。呢個故事講穿咗單位生存最現實嘅道理：
亦都係每一位老實人必學嘅防身知識。返工嘅時候，唔少人為咗解決麻煩討好上司，經常主動接手唔屬於自己崗位嘅雜務。但呢個古故事已經發出提醒，越界做事，無論出發點幾咁善良，喺單位眼中都係破壞規矩。之前做得好，功勞未必會落到你身上。一旦出咗狀況，所有責任一定有越界嘅，你一力承擔啦。亦都解釋咗點解返工嘅時候越勤力，越乜雜務都肯做嘅人，越容易成為替罪羔羊。正因為你身手越界最多，留低嘅漏洞自然亦都最多。咁我哋應該如何借助法同勢劃清工作分界，保護自己法家俾出嘅辦法，就係循名責實名，係你嘅崗位名稱、工作範圍、職責約定，實就係你實際負責嘅工作內容。身處職場，一定要做一個做事有分界嘅專業人。第一，對於唔屬於自己職責範圍嘅雜務，學識有禮貌，但態度堅決咁拒絕，千祈唔好為咗討好旁人隨便接手。第二，日常工作交接溝通安排，一定要留低書面記錄，字句單句，呢啲就屬於保護你嘅法。第三，打磨自己嘅專業本能，建立屬於自己嘅勢勢，讓整個團隊清楚你喺核心工作上面冇人可以取代。一旦有人想將責任推到你身上，你手中嘅記錄同專業能力隨時可以自證清白，甚至反擊回去。當你積起呢度工作分界牆，小人想拉你落水，逼你孭黑鑊之時，就會無從下手。整個單位亦都會對你保有應有嘅敬畏。學識依循規則自保，抵錯單位內部嘅勾心鬥角，你就掌握咗複雜現實之中立足生存嘅冷靜智慧。但法家幫我哋講穿人性陰暗面，從來唔係想教我哋變得冷漠多疑，對所有人都處處提防。當我哋睇透西根到處都係利益算計，單位運作滿係冇情之後，又該如何守住自己一顆單純溫暖嘅本心，面對呢個唔完美，有時甚至頗為殘酷嘅世界，怎樣守住做人底線，活得有尊嚴呢？就牽出咗隱藏喺冷硬智慧背後最溫柔嘅最後一章，亦都係我哋收尾要探討嘅主題：與自己和解，做一個有稜角、有手段嘅好人。當我哋睇清單位運作嘅內在規律，學識用工作分界保護自己，內心往往會迎嚟更深嘅思考。如果世界運作講到尾就係冷冰冰嘅利益爭奪，如果人與人之間相處滿眼都係互相算計，咁我哋堅持內心善良，追求溫情與公義，仲有冇意義？我哋學盡各種自保技巧、底度心計嘅方法，同人相處嘅智慧難度，只係為咗將自己都變成一個冷漠、無情、滿心防備嘅人嗎？司馬遷憑住畢生閱歷，加上史記連藏嘅萬卷智慧，透過韓非嘅悲劇一生，給出咗一個超越權力、超越輸贏、直擊人心嘅答案。法家揭開人性黑暗，從來唔係教人行惡，而是教你身處最殘酷嘅現實當中，學識用處世方式同稜角守護心底那份溫柔與善良呢，亦都係整本書最核心，亦都最暖心嘅主旨。做一個有航網、有手段嘅好人，想要參透呢層道理，我哋再次回望司馬遷筆下對韓非命運嘅憐惜。司馬遷一生亦都飽經磨難，只因為為人講公道、說真話，就蒙受咗莫大嘅收住。當佢執筆書寫老子韓非列傳，回望呢位寫出船難孤雁嘅天才，最後能慘死於同窗李斯之手，內心充滿強烈嘅共鳴與悲痛。司馬遷太明白韓非嘅孤獨與無奈，亦都深深知道喺冰冷嘅體制之下，堅持真理、心懷正義嘅讀書人，往往命運坎坷。但佢亦睇透咗韓非悲劇嘅根源。韓非明明寫盡防人自保嘅道理，卻喺現實嘅人際爭鬥當中，忘記咗為自己嘅善良披上一身堅固嘅笠甲。呢件事充滿諷刺，亦都留低咗沉重教訓。寫出鼻內分住上位者，提防身邊親信嘅韓非，偏偏死喺最熟悉嘅同窗手上。佢睇穿天下人地利避局嘅本性，臨終之際，卻依然對人情道義抱有天真嘅想法，以為李斯會顧及昔日情分，以為秦王會願意俾佢冤解嘅機會。司馬遷借韓非之死提醒後人，喺現實嘅爭鬥當中，如果你只懂書本上嘅道理，唔識得實際保護自己，你智慧越高，才華越出眾，反而越容易成為旁人打主意嘅目標，加速自己嘅衰敗。今日我哋行走社會，亦都要吸取呢個教訓，唔丟失心底嘅純良，同時亦要擁有隨時自保嘅稜角。
你以為守好外在規則就可以萬無一失？其實人與人之間嘅互相較勁先至正式開始，因為喺利益同茫茫交熟嘅環境入面，你哋退讓溫和，凡事唔爭，只會被旁人睇成軟弱可欺善良。如果冇真本領同處世方式撐腰，到頭嚟只會變成軟弱。我哋自細被教導要溫良恭佞，讓處處為人設想，卻忽略咗得點。呢一套做人道理，一定要建立喺雙方都守規矩、心存善念嘅前提之上。如果對方本就毫無底線，習慣利用他人生怨，你一味忍讓推縮，只會令對方得寸進尺。你的仁慈唔單止保護唔到自己，反而會助長惡念，為自己埋下隱患。真正嘅強者能夠睇透世間嘅陰暗面，卻始終唔做壞人，用處世智慧守護自己嘅善良發家，將人性最真實、最醜陋嘅企理本性擺晒出嚟。唔係想讓我哋學人做壞事、損人利己，而是教我哋睇透本質，從容面對一切。當你睇穿對方，想用道德人情更駕你之時，唔會再痛苦自責，因為你明白呢一切只不過係一場利益算計。你可以冷靜旁觀，保持距離，唔接招，唔偏解。當你手握隨時轉身離開嘅實力底氣，你先真正擁有拒絕他人嘅資本同勇氣。學識講唔，係普通人活得有尊嚴嘅第一步。好多老實人唔敢拒絕別人，根源就係討好他人嘅心態，害怕拒絕會引發爭執，害怕令旁人唔開心，亦都唔想俾人覺得自己冷漠無情。但韓非子提醒我哋，人與人之間相處本來就有來有往，唔可以一味犧牲自己去遷就他人。如果你因為怕爭執勉強接受唔屬於自己嘅工作承擔，唔屬於自己嘅責任，就等同消耗自己嘅心力去縱容他人嘅貪念，將寶貴嘅光陰浪費咗不斷拖累你嘅人身上，你自然冇心力好好生活，好好愛惜自己。學識拒絕從來唔係自私，而是學會顧好自己，將有限嘅時間同精力留俾真正值得嘅人。同時如何做到心存善良，同時又有一種讓人唔敢隨意越界嘅氣場。地門就在於讓你哋善良帶有清晰嘅分界，讓你哋溫和配備隨時可以亮出嘅稜角。呢係一種境界好高嘅心理防線。與人相處，講說話嘅語氣可以溫柔，待人嘅態度可以平和，但做人嘅底線同做事原則一定要堅定如鋼鐵。就好似返工嘅時候，上司或者小人想將過失推到你身上，你唔使發脾氣爭吵，只需要冷靜扭出工作記錄，交接字句，用鐵一般嘅事實將唔屬於自己嘅責任推返去。你哋沉穩冷靜就係最強嘅威穩，你哋今日專業從容就係最利嘅武器。當團隊同身邊人意識到你唔係可以隨意拿捏嘅軟弱之人，而是有底線、有處世手腕、有反擊能力嘅強者，所有不公同算計都會在你面前無功而退。呢種外表溫柔、內心剛強嘅境界，司馬遷評價張良之時有過最生動嘅描寫。史記留後世家文末講到，先研讀素書，了解張良一生事跡，一直以為呢位化咗劉邦奪取天下、孫無遺策，被後世尊為謀聖嘅智者，必定係身形高大、威風流利嘅硬漢。直至後嚟見到張良嘅畫像，先至大感意外。畫中嘅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，樣貌溫柔秀雅，儀態就好似女子一般。呢就係剛柔並濟嘅最高境界。真正嘅強大，從來唔係張牙舞爪、大聲叫嚷，亦都唔係傲慢霸道。真正嘅強者為人低調沉實，做事分界分明。你外表可以恭和有禮、溫柔待人，但內心一定要有韓非子一般冷靜通透嘅智慧。你睇得透人堆離避過嘅天性，明白單位運作嘅規律，手握安身立命嘅真本領。與此同時，始終守住心底嘅善良，並為呢份善良裝上防身嘅稜角。走到呢一步，你唔再需要乞求任何人嘅認同，因為你本身就係一個獨立、完整、強大嘅世界。2000年前嘅智慧流傳到今日，我哋而家身處忙碌紛擾，有時亦都略顯無情嘅社會，應該踏出怎樣嘅第一步答案？其實好簡單，由今日開始重新調整自己嘅內心，做返自己命運嘅主宰。今後再遇到不公嘅對待，試住閉嘴，停止應解同自證，冷靜睇清一切，用理性思考代替心煩糾結。再面對道德公價、人情勒索之時，放平心態，告訴自己人生嘅安全感從來唔來自他人嘅喜好同認可，而來自自身獨立生存嘅價值。
當你喺內心加埋被屬於自己嘅法縮細防線，你就會發現，從前令你痛苦、焦慮、煩惱嘅人與事，終將隨風散去。歷史流傳落嚟嘅智慧，從來唔係教我哋變得崩廢消極，而是賜予我哋慈悲、勇氣同前行嘅力量。韓非嘅一生充滿遺憾與希望，但佢留低嘅文字就如一劑醒世良藥，時至今日依然點醒住無數心地單純嘅老實人。佢用最客觀、最冷靜嘅筆觸，拆穿世間虛假嘅外表，只為讓我哋睇清現實殘酷之後，依然能夠挺直腰板，體面高貴咁過好自己嘅日子，守住做人嘅尊嚴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各位陪伴枕邊閱讀。走完呢段跨越千年理性又溫暖嘅歷史旅程，如果今日嘅內容幫你睇清咁困擾多時嘅人際難題，又或者從韓非子嘅智慧之中學到自我約束同自保嘅道理，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哋睇法同經歷。如果呢個頻道嘅聲音曾經陪伴溫暖過你，記得訂閱點讚，亦都分享俾身邊嘅親友。無論你而家忙緊什麼，不妨放鬆心情，卸下所有負擔，願你往後日子擁有一顆平靜踏實、清醒通透嘅心。我哋下期再見。